好，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个21点的一个设备啊，给大家看看，这是我们那个洗牌机，这是接收的。好 ，OK， 我们现在的话给大家演示下，然后把我们的破海法洗碗，好，随便洗它，对，而且这个破海是不需要任何测试的啊，这是普东西。好 ，OK， 我们现在置入我们的牌圈，来置入我们的洗牌机，我们可以洗的看看，好，现在所有结果都过来了。好，我们继续。好，就是它1副牌、2副牌、8副牌都可以的，因为每个地方对21点它所用的牌序还是不一样，所以重复洗不洗手也仨。好 ，OK， 那现在的话呢，我们所有数据都出来了，大家看看啊，那所有数据的话呢是00690啊，给大家看看，攻了啊690，对，接下来从中间切牌也是可以的啊，从中间切牌，那你切完的话呢，排序乱的，我们也是可以通过这里来寻找它，给它演示一下啊，5800，好 ，OK， 好，那后面的话呢，它排序出来397899，至于给大家看看，好，3978，啊，现在所有结果都在上面了。